今仔日2月初1，立法院的新会期嘛开始了。抢着头香的是国民党的立委洪明凯，天也未光，5点15分就来到立法院，讲洪明凯3连霸，3个会期拢是头一个报道。今仔日的第2名是民众党的立委邱新远，第3名是民进党的立委陈静敏。虽然是无同款的政党，但是气氛真好，嘛是另外一种的大和解。讲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已经有袂少人表态了，要来参加因党内的初选，要出来选立委。第10届立委第7会期今仔日上场，抢着头香报道立委即种在野的拢区，大家欢喜翕相，等待时间搁互相翕相留纪念。那透早5点15分就来的是国民党立委洪明凯。我应该是已经第3个会期都是第1位报道。无伫咧技术电动，特别感觉真紧张。各党的立委大家斗阵甲真密，气氛真好。不过想要参选立委的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就无咧客气。团主想要甲白起的有中正网界张小平、应晓薇、桂昭贤；台安文山有王馨怡、池phong婷；内湖南港有游淑慧、李明贤；松山圣义、齐卡心；其中张书讲游淑慧含齐卡心嘛伫咧面册铺文，讲有意思想要来拼立委党内初选。因为你有一包给那个。已经准备好的齐卡心，已经传好文宣要来发。不过共选区阁有资深立委费鸿泰，想要挑战坐这个位，有可能要面对会红这边。本来他说要交棒给我，那看起来可能这个承诺是。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下去，但是我也不会太介意。现在我有我的人生规划，那我想我们也是互相尊重，一起好好的竞争。讲的战到底，齐卡心的压力是来自党内。港澳议员游淑慧是伫咧面前讲，我唔是3斤鸟甲4斤鸟翅，是全力拼到底。港选区虽然无前辈咖啡，不过伊要面对的是声量真悬的民进党立委高嘉瑜。希望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辩论的机会，跟政见阐述的机会。当然，如果说要港湖要变成一场港湖割喉战的话，我也准备好。国民党市议员拢发出世代交替，今日牛调来搭鼓舞，互大家拢来静静看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